Hello，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又要去讀下啲留言。咁我哋都好多謝大家對我哋個頻道嘅字啦。咁我哋呢度都想讀翻一啲留言。咁啊，多謝朋友嘅留言啦，同埋我哋讀留言嘅目的咧，其實我哋想表達俾梁日華同埋香港教會嘅高層，即係家聚負責人或者嗰啲所謂嘅領袖，甚至佢哋嘅信眾去知道，因為咧我哋所講嘅內容咧，都唔的防，真係有根有據，並且我哋係所講出一啲嘅核心嘅物啊，所以我哋係講出一個問我在，係俾大家知，所以都引嚟好多朋友去留言啦。咁有啲人可能就係已經唔係上教會嘅人有啦，咁有啲咧就本身係仲係返緊上教會嘅人啦。咁我哋都歡迎任何人去留言，我哋就唔會好似上教會內部一樣咧，就淨係用一種叫做一言堂嘅形式，或者專制控制嘅手段嘅形式咧，就唔俾人哋去發表，或者帶出一啲佢哋認為係針對我哋喺呢度咧，就讀出呢啲嘅留言啦。咁我有啲嘅留言咧，我哋未必一一去重讀啊，所以我哋其實都想就係將嗰個嘅留言咧，就係精簡一啲讀出嚟。咁我哋之後嘅影片內容咧，我哋儲夠一定嘅留言數量咧，我哋都會又係出一啲讀留言嘅。咁俾大家知道咧，我哋所讀呢啲留言咧，即係就好似有見證人一樣咧，去講出一啲嘅事實發展經過，就並非好似梁日華上教會嘅策略家資料員，即家聚負責人或者跟進員佢哋唔俾大家去睇一啲嘅睇一啲叫做所謂嘅反對佢哋嘅資訊。咁我哋係講出一個嘅討論並且我哋係反映出一啲嘅實，我哋就唔係樣樣嘢都係帶出一個反對嘅。咁我希望喺當中係帶出一種讀大家嘅心聲出嚟，或者讀大家嘅睇法出嚟，等大家知道咧唔係梁日華上教會或者係好似呢班嘅全職高層家聚負責人資料員跟進員所講，即係大家唔好淨係覺得所有嘅嘢咧都係針對佢，都唔好做個井底之蛙。好啦鬆進要求咧，我哋喺呢度就讀出上教會內部嘅一個通告，咁就係梁日華為己婚禮上教內公布眾籌奉獻啦。咁發出嘅日期咧係幾時咧？就係2023。咁呢度咧就係話咧集資偉澤 AA 石安細婚禮部，呢個 AA 係邊個咧？就係梁日華嘅同埋新抱啦。呢度就講咧大家好，已去9月30日，隨着日華的重大宣布公開佢個仔佢未來新抱的婚姻印證後，相信大家也日子心煩不來了，好日子終於快到。如此喜慶的大事，想必大家也很想祝福這對準新人咁日華牧師經過考慮，決定給予全教會一次撒種的大好機會，集資方式委贈給這對準新人。咁呢度咧就繼續啦。日華牧師經過考慮決定給教會一撒種的大好機會，集資方式饋贈給這對準新人。集資所得的款項主要用一對新人於婚禮上的各種支出，如酒店、場地、佈晚宴等，能夠有這樣的機會祝福一對新人，亦有幸用饋贈的方式參上教會的世紀婚禮中，實在非常感恩，相信各位的心願，在就讓我們率為這對新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吧。好啦，第一樣嘢佢咧就收集呢一個嘅奉獻啦，就係為自己個仔去未來新抱嘅婚禮去做各樣開支，就係酒店、場地、佈置晚宴等等。好啦，但係咧呢個通過出咗咧，其實佢個婚禮咧就公開俾公眾一齊參加，佢淨係一個封閉式嘅婚禮，淨係集咗資收咗錢之後咧，就秘密地係俾自己一班嘅全職啦，一班即係熟嘅家聚負責人啦，或者一班梁日華嘅心腹啦佢哋所信得過嘅嗰啲叫做高啦，或者一啲嘅特別啦，咁參加呢場嘅婚禮。咁呢場婚禮咧就秘密地舉行，秘密地進行，即係搞嘅婚禮嘅日期、時間、啲地點係咁咧，但係就向會眾咧就收咗呢啲嘅奉。咁嘅話咧，會眾有冇問咧？咁呢啲奉嘢係咪真係攞晒婚禮嗰度咧？同埋佢係酒店啦、場地啦、佈置啦、晚宴啦等等。好啦，咁如果你話祝福一對新人，你又收人哋奉獻，但係你又唔俾出席晚宴，又冇資格嘅晚宴，或者喺酒店見證一對新人結婚，係咪諷刺咧？但係你又收咗眾嘅奉獻咁樣。好啦，呢度我哋就
又去讀下其他人對我哋第一條片嘅留言啦。咁呢度有嗰個第二條片嘅網址嘅，大家都可以去 click 翻上去睇翻呢條片嘅，就係我哋呢個 channel 嘅片嚟噶啦。咁大家去睇到呢個網址，咁啊麻煩大家要自己 search 打出嚟啦，係早期嘅一條片嚟嘅。咁我哋嘅一位網友就留言，佢就話以前係石安時，每次見到呢啲信息時，我都覺得尷尬，但當時覺得如果呢啲真係神嘅心意又點？所以真尷尬，我都說服自己唔好質，直到教會講我出教會，佢哋講嗰個理由由當時講嘅信息結合當事人所共見嘅事實，我先好肯定呢個牧師完全如果人所共知嘅事實同我嘅內心所想都可以錯得咁離譜，好難唔質疑我嘅信仰，交俾佢會點啊？即係話咧，呢位網友咧，當然佢真係講出心底話啦。佢話以前石安佢聽到某啲嘅信息，佢都覺得好尷尬，即係話如果呢啲係真係神嘅心意又點？但係佢話尷尬。佢自己說服自己，你又唔好質疑喎。嗱，呢個咧就係石安教派嘅一班嘅做法，即係可能即家聚負責人領袖跟進，佢哋都會去咁樣講噶啦。即係你哋唔可以質呢個信息嘅，唔可以質受膏者嘅信息。佢哋所講嘅受膏者係邊位咧？就係我哋偉大嘅先知梁日華牧師啦。咁但係佢呢度講嘅結論即係講得好啱，即係話牧師完全即係話佢話呢個牧師即係佢講嘅呢個牧師咧，就係完全就係冇料到咁解啦，即係呢個字我哋唔讀啦，粗口嚟嘅就冇料到，或者即係亂咁講啦吓。咁但係佢話最尾又好難質疑我信仰，交俾佢哋會點？另外咧呢條片咧就講到申命記18章20至22號，多謝呢位網友留言啦，就係留翻啲經文去俾我哋去睇嘅，都係見證翻。若有先知擅自奉我的名說了我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處死。你心裏若說我們怎能知道那話是耶和華未曾吩咐的呢？先知奉耶和華的名所說話所說的若沒有實現或不認，這話就是耶和華未曾吩咐的。那先知擅自說的，你不必怕他。咁我哋呢度睇翻申命嘅舊約18章20至22節咧，我哋知道睇翻呢啲經文咧，可以咁講咧，應用翻喺梁日華牧師身上咧，佢成日話自己係先知，但係其實佢所講嘅呢啲嘅說話係咪真係嚟自神咧？咁大家知道啦，如果佢所講嘅冇應驗呢度聖經都講冇應驗冇實現嘅咁咧呢個咧就話唔使怕佢。所以弟兄姊妹，石安教會弟兄姊妹係唔需要怕梁日華，怕呢啲家聚負責人呢所謂嘅全職領袖所講嘅嘢嘅吓。呢度咧又有一位網友留言，旁門左道嘅所謂預言亂噏的古怪數字作堆砌，誰信他誰跟他，誰就與他同被埋葬。其實都係呢個，都係我哋大家要小心警醒咯。即係我哋如果淨係盲目去信梁日華牧師或者石安教會呢啲全職策略家高層呢班嘅跟進員啦，呢班嘅家聚負責人啦，呢班嘅假師傅啦吓，佢哋講嘅呢啲咁嘅古怪數字，所謂嘅共同信息嘅堆砌咧，或者佢哋所講嘅呢啲印證咧，再信落去咧，就真係有機會同被埋葬嘅。好啦，第5頁啦，睇翻咧就話啦，呢個留言就話梁教主力將自己口所說的話，竟能與聖經的權威同等。呢個咧就應該係講緊咧梁日華牧師喺佢嘅分享，就話佢哋製造聖經嗰篇嘅影片嘅嗰段影片嘅。好啦，呢個咧就有個留言有好多咁呢個留言第一個就話，我返過石安教會5至6年，現在已經離開了20年。你所講嘅婚姻印證我聽過好多，而好多都好得啖笑，而有些明明大家對大家是有感情的，也被佢哋拆散咗。呢個我哋去睇翻啦。其中咧網主就話咯，證明一件事，石安假借神名而控制信徒婚姻大事。好啦，呢個又另一個網友留言，佢話我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都曾經差點擊垮我信仰咁佢話可唔可呢個有個留言有回應，可以分享下當年的事嗎？跟住佢又分享話嗰陣時同女朋友
感情好好。雖然我哋唔係同一個教會，但係基本上冇乜大問題，我亦都冇反對，因為當時我對呢個教會啲嘢亦都唔係好熟。之後佢深入咗之後，就成日搬啲咩道理出嚟講，性格都變咗好多，甚至嗰個教會仲當我哋係外人咁睇，聽咗咁耐，跟咗咁耐佢嘅跟咗咁耐嘅信息，我都開始懷疑自己到底係咪真係基督徒。不過感謝神，聖靈將我從低谷同混亂中帶翻出嚟，但最後我哋都分開咗。咁佢所講嘅呢個嗰個教會咧，我諗佢個意思，或者呢位網友留言嘅意思係咪講緊錫安教會啊？當佢哋係外人咁睇，即係呢個就係佢先知啦吓，即係係咪講緊錫安教會咧啊？咁我哋呢度唔知啦吓，咁樣即係通常錫安教會或者錫安教呢啲，通常以我所知咧吓，佢哋好多時都係教外嘅人就係外人咧吓，當佢哋咧係真係。唔係咁值得去同我哋相交嘅，因為明日牧師佢哋要教內凝聚一個向心力向住佢啊嘛。咁呢個有個留言就係，如果佢哋真知道你哋係情侶入翻教會翻一段時間，就會要你哋一係結婚一係分開。但如果你唔係同一間教會，明禿另一半不是翻錫安，就會好多不同話題去轟炸你哋，令到你會覺得另一半不是來自神安排，佢哋嘅教導係不是來，就是來自魔鬼。再加上佢哋由領袖安排婚姻，就以為是神的美意，我都見唔少。不過事情也過去，我相信你現在已經放下你之前嘅 ex， 明天會更好。咁我祝福呢位嘅即係我唔知佢係弟兄定係姊妹啦吓，即係我哋都祝福你啦，明天會更好嘅。好啦，呢度講啦，係啊，我都係咁啦，就算入教會錫安都唔俾人入啦。講真，1年半就結婚真係太快啦，結婚要諗咁多嘢，錢又係另一個大問題。另一個影片留言就話，你下次講埋佢哋因此運作對一門徒訓練內幕。咁呢位網主就話咧，必定我哋會有更多精彩內容接續發放，係啦，期待下啦。咁網友就話，我以前翻錫安以為對一門徒是好屬靈的事，後來近幾年有些翻了超過20年的對一同全職分享出來，原來只是服侍領袖，照顧佢哋小朋友，車出車入，清潔屋企，完全沒有打開聖經去睇過，應該係啩？同埋都分享了錫安幾個高層日常生活處事態度同性格，同我之前喺教會見到佢哋完全兩個人。即係話咧，佢所講錫安教會嗰啲高層啊，生活態度處事咧，真係兩面人啊！即係我唔知佢係咪講緊某啲策略家或者某啲嘅全職，定係某啲家族負責人啦。即係咧講日常生活處事嘅態度同性格咧，同佢哋之前喺教會所見過咧，佢哋咧完全兩個，即係雙面人咯。即係錫安教會裏面嘅全職家族負責人，或者係呢啲再高層嘅策略家佢哋本身表面就好好先生，但係背後就係一個非常之唔好態度、唔好性格嘅人咯。我諗佢係咁嘅意思啦。咁呢個版主就話呢個就是假借神和信仰名義來叫會眾服侍自己的可恥行為，即係呢個應該係講緊對一幕個影片內容啦。咁你又話快出下一期咁好多網友都想我哋出多啲嘅。咁佢話咧，有個網友就留言，又話背後班人其實都係有份搞到佢咁，佢背後直屬佢嘅對一全職家族負責人見到佢有問題，又唔出聲，又怕出聲俾人話分裂教會，又俾人怕唔屬靈，個個以為做 yes man yes woman 就代表愛主，個個只識得玩擦鞋商。將來如果又話太陽由西邊升起，又或者佢個仔係主耶穌再來，可能成班人都會認同佢。哇！即係其實呢個就反映錫安教會裏面嘅呢個即係嘅文化嚟噶啦，或者佢哋嗰個氣氛就係咁啦。咁呢個留言就話很厚面皮的斂財手段，咁係咪講緊叫人哋俾錢買高達嗰個影片咧？即係梁日華牧師生日叫人俾錢，即係奉獻買高達咧。好啦，佢話呢個留言就話啦，我記得以前翻有跟進學歷叫玩具話高達米奇老鼠芭比呢啲係 rebuild， 即係呢啲意思都 rebuild， REBUKE
嘅，即係話被斥責咁解啊，英文嚟噶吓，即係佢呢度串錯字咧，就唔係 REBIL， 係 REBUKED rebuke 咁嘅意思啊，又同邪術有關。咁而家佢自己玩高達，佢又點解釋？嗰時仲係要播錄錄音帶嘅年代，我都聽過，所以一直冇人去迪士尼同睇 Harry Potter， 特別係後者好多就未聽過先問，成日同我哋講外邦好多事物來自魔鬼嘅引誘，所以信造嘅唔睇電影電視又唔玩玩具，咁點解2012水先有咁多印證可以係各種充滿魔鬼引誘嘅媒體中被發現？咁呢個係咪講緊佢梁日華牧師或者想教會嘅主日講 Marvel 咧，或者講嗰迪士尼嗰啲影片嗰啲印證咧？咁呢個有留言話：哇！我一直以為佢係由神所啟示，如佢所講咁有恩膏，點解會係 New Age 嘅？以前唔係話拜鬼當然可以講得到準確言啦，但呢啲唔係屬神嘅語，係邪惡嘅。嗱聲聽翻首知點讀啊？呢個咩 Innocence 定係經先？嗱，呢個網友搞笑咗啲啊，佢咁講。跟住佢就呢個有個網友留言啦，就一個不知所謂嘅異端，害人亦害己啊！害己亦害人啊！佢就話石安的弟兄姊妹真的要想想自己是否真的仍在一間基督教教會當中，還是一個掛着基督教名義的封閉組織。現在主日都不分享聖經，寧願一直講世界知識，甚至主日講高達都可以講足幾個。現在牧師都以各種原因只講信徒在家中開電視睇 YouTube 播，就當罪不符聖經的禮拜嗎？反觀梁日華2023年為家人辦婚禮都在酒店實體聚集，反而主日家聚就搞線上婚禮，比起上帝的禮拜更重要，有優先權嗎？不傳福音給新人，極少的信徒主日聚會，不允許新人參與實體聚會。弟兄姊妹的奉獻是真正用在主工上嗎？嗱，呢個我哋之前都講啦，佢收嘅奉獻究竟係用咗喺邊度呢？佢收嘅11%奉獻同埋其他奉獻用嗰啲錢喺邊度呢？我哋知啦吓，基督徒應該做好上帝金錢的管家。建議奉獻在善用真正的福音工作機構當中吓，即係建議翻咧上教會嘅弟兄姊妹，如果你係真係祝福主嘅工咧，就奉獻在善用嘅真正福音工作嘅機構當中，唔一定奉獻俾石安教會嘅吓，因為佢哋都根本都唔係做一啲叫主嘅工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度都講翻石安教會弟兄姊妹咧，你哋嘅奉獻係可以奉獻翻用喺福音工作嘅機構或者教會上面嘅吓，唔係一定要奉獻俾石安教會，亦都大家要知道奉獻俾石安教會你哋嘅錢咧，真係攞咗去邊度咧，係你哋係唔知嘅。呢度有個留言啊，每個星期都是2個鐘講自己全世界最叻。咁我諗呢度佢每星期講講自己最叻，應該講石安教會每星期嘅主日聚會咧。阿梁日華牧師都話自己嗰啲好威水史嗰啲內容啦，所以每星期聽他的信息都是沒有東西學，完全浪費時間。哇！你每次聽頂唔頂唔順，即係講聽佢主日信息聽唔聽得順啊？好啦，其實啲咁上下歲數年紀嘅老男人都好中意呢個，唔知佢講邊個，係咪講緊高達？係講緊高達嗰啲。咁我哋知道好多人中意睇金庸小說原來呢度係講翻金庸小說嗰個嘅，即係梁日華好中意金庸小說，又話印證佢啊嘛，係咪？但冇人會好似梁日華牧師 FF 這些小說及金庸的事件是印證他自己一個吧？是否智商太高了啊？咩都係4794嘅印證啊！每次主日都覺得尷尬，只想快啲搭巴士去尖沙咀，將自己埋沒於人群之中。哇！咁呢位仁兄，呢位朋友，你嘅留言顯示到上教會嗰啲主日真係非常之冇養分成日話自己勁係嘛？咁每次講4794講了15年不會悶嗎？如果是印證的話，應該不如話梁牧師心中放不下這96年生已經好過吧？你好似講出重點，好多解釋印證都係穿着符號硬要扯上鏡面，導致一類字詞。其實神創造天地萬物時間好寶貴，神會唔會用啲咁無聊解是瑣碎事情而嘅偉大？呢個又講得幾啱。好啦，我哋呢度睇翻有個網友好好啦，喺度分享申命記7章9節，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他守他誡命呢人守約，慈愛直
到千度，感謝你嘅分享呢個嘅舊約經文啊，多謝你。咁啊呢度就係講翻呢個啦，就係另一個留言啦。當危機好危機過後，都會話弟兄姊妹祈禱結果，即係話咧梁日華牧師講嗰啲危機或者冇發生到嘅時候咧吓，所以所講嗰啲災難冇發生咧佢即係話係咪教會就會話弟兄姊妹祈禱嘅結果，即係冇發生吓。呢個留言就話啦，其實其他教友信唔信我從唔敢問，但每次見到主日後加聚嘅各位喺 App 度寫感言時候，會覺得自己好不足。我呢個就係講緊石安教會有個內部通訊 Apps 嘅，就係喺度咧就話叫大家寫感言 post 下佢哋對於主日信息嘅感言嘅，亦都話教內好多人都是信，不過太迷信梁牧師所講的內容，所謂印證。其實睇住主日片有時唔覺得尷尬咩？即係其實睇佢片都尷尬喎，睇下吓。合乎石安教會一貫對待提出質疑甚至離開教會的人的作風啊，支持你們的分享，多謝啊。咁另外呢度留言咧就話求其讀個神學位可能都未讀，出來講下道，做下帶領就自稱受膏者，講尋眾預言又自稱先知。咁呢個係講緊阿梁日華牧師啊，即係話自己係受膏者啊，呢位網友佢咁講咁佢不斷預測預言不斷落空佢就話啦呢個網友就話係啦，都係美麗嘅誤會，神看重嘅係你有冇好好警醒自己，如果有的話，神愛生命就你噶啦。好，今次主日係講十王點樣為石安作預備作印證，睇下列國嘅建築都係由自古開始述說石安嘅真實。呢啲咧就係石安教會所講嗰啲信息裏面講咧，就係話嗰啲十王喺全世界上建嗰啲 building architecture 啲建築規劃，原來係印證石安教會嘅。咁你覺得會唔會係咁？呢個就係石安教會真係有咁嘅教導。我呢度講啦，其實由對世界嘅認識，再到我嘅人嘅認識都可以錯得離譜到噏程度啦真係唔明點解冇人懷疑過，除非得我一個懷疑教導嘅真實性。啲主日講道我一直覺得尷尬，直到某事件佢有個評價是直情 100% 錯，懷疑自己咁多年跟隨嘅教會係咪真係神恩都好難。呢度有個留言就話個網主話回應有好多石安內的人一些真是無知地信埋口，一些知道是有問題但不敢發問或作聲。咁有位網友就回應啦，冇辦法做到自我說服，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科學係證明上帝存在嘅真理，邏輯係科學嘅基礎。我冇辦法棄邏輯去相信起條公路整個大白象工程就話係神所印證，更何況連全香港人眼所見嘅事實同對我本人嘅基本認識都是錯嘅時候，我認為對信仰嘅負責係勇敢企出嚟自證不是。呢位網友講得好啱即係唔可以俾梁日華嗰啲嘅歪理帶住走嘅。咁網主就話啦，就是一種洗腦低智的邏輯，不斷重複強調，重複不經不覺地便表達思想改換的方式令人覺得他所講的說話是真有道理。咁呢另外一位網友就話啦群羊效應群體心理學的獎。好啦，呢度咧又多謝呢位網友去講嘅呢個嘅經文分享啦，就係列王記上19章14節，以利亞回答說，我一向熱心侍奉萬軍之神上帝耶和華，但以色列人背棄你的約，拆毀你的祭壇，殘殺的先知，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殺。列王記上19章18節，此外我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他們未跪拜巴力，也未曾親吻巴力。呢經網主就回應咯，就或者經文嘅反映石安信他們是真實地信神麼？佢哋係咪信緊主好啦，呢度有個回應就話也反映以弗所書4章11至16節，多謝咁就話真正嘅神嘅旨意，神俾喺呢個世界嘅大家聖靈，就係大家一齊明白神，冇人可以完美除咗耶穌，所以我哋各教會都係肢體之一，互相幫助同成長，冇咗手腳嘅軀體點行得通，梗係唔得啦。咁樣反映出冇任何一個教派可以獨大，更加冇人可以同神嘅完美相比，就連約伯都一樣。作為牧師有責任帶領信徒將一切榮耀歸於神，絕對唔係自己，因為呢個世界上地上嘅智慧一切都係虛空，都是捕風。好啦，跟住呢度就話啦
佢就話啦吓，佢就話亦莫名其妙地高舉2012信息，這明明不關聖經的事。咁啊係啦，咁網主就話咧，梁日華聲稱他每句說話都是來自神，自大到不得之了。有網友回應，如果你睇多啲佢嘅講解，會發現好多矛盾，一時榮耀神，一時他最大，一時外人聽他勸勉，但係自己都唔聽他人意見。呢邊話傳教，嗰邊又封閉式講道，係啦，即係佢呢個有個留言就話，我冇資格評論聖經同任何人嘅講道，但香港眼所見嘅事都可以噏錯，好難要人將信仰交俾佢咯。唔通佢喺嗰一剎那時空穿梭咗去另一個時空，所以唔知我哋呢個時空嘅香港係另一個場景，哈哈哈！因為網友覺得幾搞笑啊。另外有網友就話咧，啲冇咩知識嘅人都當係真係不加思索，都係本地大學生。係啊，想教會好多嘅人咧，其實佢哋真係不加思索嘅吓，有啲真係讀咗有博士學歷吓，有啲咧就即係都叫做讀過下書，但係佢哋不加思索嘅。咁網主就話啦，因為梁牧師及高層教導一定不可懷疑，這手法硬生剝削信徒思考。跟住呢個就話係啊，有姊妹吹水時，佢呢個姊妹就係當然講緊石安教會教內嘅姊妹啊，吹水時講到自己同教會嘅意見相左，都被溫馨提示啊。其實連教會信息都唔開放俾人質問，係怕咩？問號，難道唔相信真理可以辨明？問號，咁呢個網主就回應啦，就話通常如一些鐵幕國家，越是封閉越會禁止民間的討論時弊。好啦，呢度就講呢個網友就留言啦，佢應該講緊想教會就街頭報道啦，係咯，佢哋已經忘了耶穌俾我們的大使命。咁網主就話啦，這點實在看得出他們宣揚的是自我錫安教王國，或是神的天國。好啦，網友回應啊，神已經預備咗路俾我們，但係佢哋就自己用陰謀論世俗開闢自己嘅道。耶穌話過他是唯一的真道路。我諗呢個去邊度話真係要小心，所以聽從石安教導的下去行信下去必定很可怕。話有個網友就話啦，話說好多年前有個弟兄好沉迷4794密碼，當時都傾咗話俾我知好多我唔知嘅神嘅心意括弧啊。有次我表達咗我對政權不滿，其實我打嗰段嘢係指其他更深層，當然唔會似小學雞咁樣啦，一樣睇字面解釋啦，真係就唔明就唔明，要解釋嘅話好大篇幅，又會好難保佢有我嘅智慧去理解我嘅思維。跟住呢個弟兄好好心，思想堅定地指出掌權者係神嘅恩膏，暗示我冇好聽教會信息，哈哈哈！當時唯有感謝佢。依家諗起，真係好多單純嘅人聽完主日後就會出自我說服又自我意淫嘅現象，係人學同社會學信一個好好嘅對象。呢個講緊石安教會裏面好單純，聽完主日後就會自我說服像呢個。咁呢個網友就話，佢哋又覺得出面教會唔係來嘅教會，只有石安才可以得救。如果石安會有屋企人仲未信主，但又返出面教會又沒有救恩，但又唔可以返石安，咁即係神注定佢哋沒有救恩？問號，石安會有幾時可以清醒呢？問號，石安的全職同家最負責人如何面對神呢？好，呢個矛盾啦，即係話咧，佢而家封閉咗石安教會，打開門啊嘛，就咁。如果有啲石安教會嘅會友，佢哋屋企人仲未信主，如果佢哋又相信石安教會先得救嘅，只有石安教會先可以得救嘅，佢屋企人又未信主，又唔可以信咗主又唔可以返石安喎，咁佢返其實出面啲教會咧，係咪真係講緊冇救恩咧？咁咪好矛盾啦吓！即係呢樣嘢咧，石安教會犀利啊！即係梁日華牧師，石安教會高層策略家、全職家族負責人、跟進員呢啲所謂嘅師傅真係犀利啊！早年嘅基騙人教導就係即使吃虧仍要行如即事件只係守成係啦。石安教會就用個基騙嘅教導咯，我哋之前講過啦，就145人次時必定有的。佢就話石安教會就聲稱有140人啦，咁其實佢又唔止145人次嘅，不過其實佢呢啲數字嘅嘢係真係有冇咁實在咧？因為其實好粗疏嘅，近呢幾年好多石安嘅人都走咗啦，
6、7年前又係1455，好啦，今時今日又係1455，咁其他走咗嗰啲人，咁你點計數咧？都走咗好多人。好啦，有個網友留言就話，不過石安依家唔出嚟傳福音，括弧福音啊，可能係件好事。現在信仰核心放在牧師多於放在上帝中。你看他們主日信息講牧師幾勁，石安幾有人性，甚至講世界的事情。呢類的篇幅多過講聖經，就知道邊個先係莊明啊。慕道者建議去返真正講聖經傳福音的教導，基督徒亦應想清楚聖經對教會真正的要求是什麼。係啦，大家要認清楚。另外一個網友就留言回應，佢哋成日話自己成日話世界圍住佢哋轉動，包括國際大事建築，可以印證石安一日都唔差的。但所講嘅國際大事嘅見解同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嘅通告一模一樣，層次之低，用常識無法了解。有神恩嘅教會咁低 B 咁自牛頓以嚟啊，用邏輯同科學證明上帝存在嘅歐洲文明又係咩啊？問號，即係呢個對比翻咧，即係話呢位網友就話咧，所謂嘅有神恩嘅牧師，即係律師啊，係咪？佢係咪講緊梁日華牧師咁低 B 咧？呢位網友，即係其實唔出奇嘅，真係好好笑啊！咁呢度咧，我哋咧就去睇翻一啲留言，我哋就讀晒啦吓。咁佢就話咧，蛋頭牧師聽到佢這個解釋真的不得不佩服。蛋頭牧師係咪講緊係光頭嘅梁日華？因為梁日華牧師佢係戴假髮噶嘛，而家佢哋直髮定係直髮，真係我都唔知啊吓。即係呢啲係嗰啲冇頭髮嗰啲人咧先至會用嘅啫啊。咁另外呢個網友咧就話千錯萬錯都係別人嘅錯，吾日三省吾身，每日3次反省自己有冇揾到別人嘅錯。即係其實佢呢個留言係講緊全部都係你哋錯，石安教會係冇錯嘅，石安教會嘅領袖高層係冇錯嘅，梁日華牧師冇錯嘅。咁呢個咧就係石安教會裏面內部嘅聲音，內部嘅主調嚟噶啦。好啦，另外呢個話咧，謝真誠地分析石會啊，呢個簡稱石安教會啦，係嘛？石會現在情況可能入面高層括弧全職家族負責人真覺得有問題，不過全職已在教會多年，受咗高人工多年，已經出唔翻去翻工啊，應該有意思咁講，出唔到翻去打工。咁當然佢出到去都冇人請啦，係咪先？即係石安教會嗰班全職，如果你冇學歷嘅，你出到去有邊個請啦？有學歷都冇人請啦，而且佢哋好多都係井底之蛙，見識少，唔知個世界嘅運作原理專業知識又冇夠，點樣出去謀生，去搵飯食，去開飯呢？咁真係咁呢度講啦，就係話我感恩自己而離開多年，有16以前家母極之崇拜梁日華，覺得自己是對一，就覺得自己是信好啊。其實對一都是石安安排出來的體制，在我差不多想要離開石安，家母就 feel 到我不太感同石安的教導，即係不太認同啊，應該係咁講經常在其他姊妹中間搞分化，經常講全職講座的話題佢應該講佢家母咁講啦，佢話講喺家母喺其他姊妹嗰度搞分化因為我只是平信徒，不知道對一講座的內容，對一即係佢哋1對1嗰啲門徒石安教會嗰啲門徒，他就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等，因為被對一好多年後知道佢乜啦咁我哋呢度就冇記錄，大家睇翻嗰個流仔都去睇啦，因為篇幅所限。咁網主就話咯噃，石安教派是一代又一代換血，梁日華與一眾全職高層都會換血俾一班所謂忠心的人擔任要職。你所講的家務及對一系統，平時要下層做一些沒有屬靈的勞工作，他們扭曲為屬靈買油，其實是奴隸工作及巴結擦鞋工作，屬世到不得之了咁另一個留言就話，我記得之前聽晚禱有個全職講，可以被教會對一定是屬靈好先可以聽到都得個笑，幸福當年自己唔識玩茶商。還有呢個留言就話，還有就是良的兒子結婚禮都要向公告去每種集資，我當時非常吃驚，為何一位我以前話好事而今俾人實在是即係係啦，其實都好荒謬咁即係總之咧，呢啲仲有個留言就話啦老錢你唔好
結婚或簡簡單單就可以咯，可能遲啲大家要夾錢俾佢個仔買樓。咁另外呢度咧就話咧，口講有咩用，只會被教育，被石安教會內部嗰啲教育啊，即係類似大陸或者北韓啲勞改啊，就話踢走禁聲。你感受到我嗰個家聚弟兄比較單純，姊妹有個熟悉嘅私下講嘅某啲嘅事上，同意教會教導而被關懷關懷啊，即係呢啲就係嗰啲啊。咁啊，網主就回應咯，就話這些就是正宗操控性教派來的專制嘅手段。咁啊，石安教內多以禁聲手法抹殺一些健談，自欺欺人，係啦。石安教會就係咁樣內部啊。家聚負責人話問為什麼你們都沒有問題，問的個個好厲害嗱，問口個就係尷尬嗰個笑容啦。真正想問的都不會問啦，問會被教育，這都看不出來，係啦，冇得問。咁呢篇就好，有網友多謝你去留言啦。佢就講提摩太前書6章10節，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十方人把自己刺透。咁另外有留言就話，如果梁日華透過自己聲稱牧師名作這些收納奉獻，但又不作福音義工抗戰工作，咁石安教會實在不能再接受任何1蚊的奉獻，因為違背了弟兄。明明個月都收奉獻，依家幾年先搞一次實體聚主日，家聚都要人夾錢，福音又講明全啲錢去咗邊度？問好，如此輕率使用奉獻這詞為自己私人生活籌錢，連兒子結婚都要奉獻啊！僅僅是因為牧師就可以公開要求眾籌，會眾由順服這行為，這合乎聖經的教導嗎？屬神的奉獻要向神交賬嘅。當時好似係以利未人身份去話題掩蓋過去，我當時都唔知原來係奉獻，即係其實呢啲就係石安教會搬出嚟嘅教導啊，所謂嘅教導啊。咁呢度有個留言就話，平時主日結束後唔係有句關心教會財政嘅人可以出面睇翻。關於奉獻方面，我比較想了解內部係點用，本人唔了解都冇下。咁啊，即係呢啲講緊之前講奉獻嘅嘢啦。咁啊，我最尾咧我哋盡量讀咗大部分嘅留言，咁有好多啲留言，大家如果有得留咧，就繼續去留言啦。咁今條片出之後，希望大家再多啲留啊！多謝你哋，歡迎大家留。我哋最尾想讀翻一節經文咧，就係加拉太書1章6至9節。第一節，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咗。好啦，各位石安教會內嘅弟兄姊妹，或者石安教會外嘅弟兄姊妹，或者你有家人返緊石安教，大家可以打開加拉太書1章，你睇翻呢段經，其實都講保羅呢段經文裏面所講嘅福音咧，就係主耶穌基督嘅福音，而有啲人咧就主耶穌基督嘅福音係嘅福音咧，佢哋係應當。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對應翻石安教會係咪聖經所講呢個純正嘅福音咧，大家自己思考下啦噃。咁啊，最尾感謝支持啊，繼續多多留言，多多轉發，多多點讚。